这样知道哈。所以你刷有时候这个前面，除了我刚刚讲冲门啊，冲门这边都要自己刷一刷，就腹部的肌肉啊，在胯部腹部的肌肉，这样刷一刷就可以舒缓腰部的。啊，这边这个大腹啊，就是我自己用高锤就是这样的，拉水壶，不会痛啊，这样用的。我刚往这我睡觉前就没拿枪了，就这样震动，好不好？自己做自己也是一样，就让它几乎整个神经肌震动。好，人刷多深，然后他等下就人刷多深就刷多深，啊是啊，如果这只脚更深，就是脚要翘起来，啊脚要翘起来，这才要放松。我讲过了哈，脚要翘起来，这个腹部才要放松，才可以更深，啊。如果要更深的话，但是这个刷的有限，那个枪一打就很明显。高度也是不是有差别哈？所以我说高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，但是跟枪的差别跟使用都差多，这个本身的就真的，我可以表皮的气血还可以，表面的经过还可以，但是内部的就就是要靠出的牌才打得进去，这样走一走，气血走一走，这里就会健康啊，这是。从后面到前面，大概我们几乎了，每一条经络都走到了，只是说我们胃经一直走到这里，这边以下回去自己刷，这很简单，自己刷得到，所以这边以下我们就不做啊。这你看，手部做到肩、线、上半部。